今日我哋就會行一條中高級短線，依家出發。早晨，咁我今日嘅目標就係玉桂山鴨脷排，大家可以用自己方法搭港鐵，喺利東站 B 出口就落車，終點就翻返嚟呢一度。依家就沿右邊嗰條路開始出發，出嚟過對面馬路嚟到呢個位置，依家就跨過呢度嘅欄杆後面，就繼續上去玉桂山山頂。我哋咧就過咗石級之後，咁就嚟到呢一個隱蔽位置，而家就上電樓梯上玉桂山山頂。沿樓梯行上嚟，嚟到呢一個位置，而家就轉咗，繼續上山。嚟到呢個分岔路口，前面就有好多條唔同難度嘅路，大家要量力而為，選擇適合自己想行嘅路。行到嚟另一個分岔路口，咁呢個牌就警告大家前面嘅山徑係陡峭難行。我哋由啡色商場開始出發，嚟到呢個位置，依家咧就影下條路況俾大家睇。我哋咧就嚟到玉桂山山頂，呢支就係玉桂山標高柱，喺高達196米，身後邊就係南丫島。依家就繼續往鴨脷排方向行。經過玉桂山山頂，咁依家就繼續直行，就繼續往鴨脷排方向行。頭先咧就沿住好直嘅直壁就行落嚟，就嚟到呢個位置。依家就繼續沿另一幅直壁就繼續前往鴨脷排。頭先喺玉桂山度行落嚟，橫過連島沙洲，依家就繼續前往終點鴨脷排。好，我哋依家咧就喺鴨脷排頂上邊，鴨脷排頂嗰個68米，呢度咧就係海洋公園水上樂園嘅位置。咁依家就繼續前往燈塔，然後沿路折返。我哋就嚟到鴨脷排嘅盡頭，我身後邊嗰支就係鴨脷排燈塔，遠處就係南丫島。依家咧就沿路折返。
到沙洲啦。依家就慢慢上翻去玉桂山，然後去翻利東村，就咁就大功告成啦。沿住非常之陡峭嘅山路行過嚟，就嚟翻玉桂山啦。依家就靠右，就沿一條平坦啲嘅路出翻去利東。你好，喺玉桂山上面咧就有呢一個警告牌，建議大家喺日落前就盡量落山啦。畢竟前面嘅路段係非常之斜㗎，請加倍小心。就沿路行落嚟，咁大家小心啦！呢條咧就係舊路，就以前就有個蜜蜂巢嘅。咁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啲啦，上呢度。呢個路口行出嚟，嚟翻另一個路口。咁依家咧就轉右，就繼續落埋樓梯，就完成今次旅程。最後我哋咧就沿翻頭先嗰條欄杆嘅路段行出嚟，就出翻去利東站，完成今次旅程。今次行咗6公里，需時5個鐘。呢度食嘢，呢條片分享到此為止。請大家記得訂閱、留言、讚好、分享，係時候講再見，拜拜。喺玉桂山山頂由高處望落去嘅連島沙洲無敵海景，喺香港行山路線之中少有。不過佢個路況有好多浮沙碎石，同埋有一定嘅斜度。雖然呢座山唔夠200米，但係切勿輕視。鴨脷洲女鬼手岩係比西貢鬼手岩容易到達，所以吸引咗好多人嚟呢度打卡影相。我身後邊咧就係女鬼手啦。咁由於漲潮嘅關係，所以我哋而家決定沿路折返，就翻返去頭先連島沙洲。